上级感谢哦，这个哦，他们这么大力的支持哦，大家拍下来鼓励一下，哦，地头港国小，感谢他们。地头港国小让台共国秀宋光军、黄金松先生得到国家无意新成就，校长颁下亲自带领。啊，咱头港呢是咱柳营13庄内吼，13庄内。啊，讲到咱头港呢，哦，台湾有非常的有缘分，然后呢，因为咱头港哦，我的师父孙东营哦，师父哦，孙东营就是遐啦。哦，伊是咱台南的，以前台南县第一个水台王，就是孙东营先生哦，连续3档的新闻冠军哦。哦，这个左边是彩科，彩科。哦，这嘛是西港仔鸟的步数吼，西港仔鸟的镜头吼，来地方。另外，胡金良，啊，胡金良两边。我知影吼，咱头壳以前有3阵武阵啦，哦，3阵大人阵。另外，拜票。我们地头港国小的哈，以咱传统艺术呢，几乎年年得名哦，年年得奖。哦，这个插杆，这个插杆，哦，开科，开科就是平凡的进行，啊，一个平凡结束。一定要开科一个吼。五岁开科，5岁开科。因这是属于红卡金系统的，跟咱自由国小一样哦，都是红色红卡金啊系统的。另外咧开声门，开声门。我们很感谢我们地头港国小哦，这么热的天气哦，那么卖力的为我们这次9王公演立正大会上哦，王传如墨记哦，这么热烈的欢迎他们哦，大家为他们掌声鼓励鼓励。让他更好。就来切零加水啊！啊，非常感谢咱的校长，校长咧。真心多呀！因为咱的冯教练，咱集团奖得主咱的方教练，都记得咱头壳国校最当兵。零加对刷啊！牙头皮的来看一下，是查囡仔女学生来拍下个推一下，拍下个推一下让你下尖叫飞舞。这个是传心，这个顺中型这个传心传心粉就是从中包围敌人左右从中包围敌人。刚刚的龙泉水就是四面埋伏，在扰乱敌军用的每一个地方都有伊的含义采科，采科，每一个师傅教的采科都无同
推步哦。来天空啊，推步的头前哦。若讲一步开天地，二步开太极，三步开安定啦。哦，野相步就是乌旋风起拳哦，因为伊杀的武术哦，非常的歹，所以先推步再开拳哦。先劈蛇哦，再来结绳，麻烦囡仔拜托者。三板流，哦，龙头虎尾，哦，雌雄两条，来过来说来举，来拖下推起来，哦，拖下推起来啊！站。推棋的大家必胜，哦，旗开得胜，哦。两头棋的就是宋刚，哦，最后传来对宋刚，哦。我过来就是大棋，哦，花刀，玉花刀，或者叫三尾刀，或者叫扫刀，哦，或者叫单刀，哦，单刀。代表大吉大利嘛，大吉利啊，大吉大利。小朋友加油！哦，天气很热哦，辛苦你们了，辛苦这些小朋友了啊！大家为他们的卖力的演出，给他们一个最热烈的掌声，好不好？哦，再来吹皮啊，吹皮吹。大家为在场中间偏爱这个小朋友为他掌声鼓励鼓励。再来摆大，啊，摆大表演。讲爱困落去摆啊，吼，摆大爱困落去，一定爱困，你无困无好看吼。这出自于氢激光啊，这是氢激光所发明的哈。氢激光的鸳鸯阵啊，鸳鸯阵。过来，这个叫做白啊，白啊，所以高地青。月牙伞啊，月牙伞所演化出来的哈，月牙啊，哪能叫月牙？来，各位同学们，接着你的鼓声，我来鼓励一下好不？头请赢赢吼。
相同的演员哦，一个是帕拉多，哦，啊一个是白大，哦，白大的演出。来，破下个推进来！我家的推荐，啊，这位是女生哦，哦，行车大哥哦，大哥咧就是对我关内底关系，大哥关系都都起来哈。关胜，啊，麻烦哦，过准备哈，崇西国小的太鼓队哦，麻烦要准备哦，要准备哦。大哥真重哦，啊，花枪来吹一下，来过来一下。我那是小女生在那边舞大的哦，啊你大家哦，为伊个花车来鼓励一下，来吹一下。赞赞赞赞！来，飞机花刀出来啊！有时要做一个结束啊，飞机花刀出来。还有头尾哦，头前摆花刀，尾啊嘛花刀，一个代表大吉，一个代表大利，哦，可能会让大家每一个看到的，哦，有看有躲避，哦，我看你也困袂去，啊，愈看你也愈敢。大小门。看他干过去，上关心。我来这康复的演员哦，康复。来自苏哦，苏各个的单位吼，啊，招待不去的所在哦，啊麻烦小部点点吼。好，对哦，那有准备点心哦，来调饱吼，调饱啊就。再坐啊，坐喏。那左边是河豚哦。小朋友漂亮美歹哦，来花车来吹者，喂，花车鼓励一下。哎，你花车愈大声，伊心情就愈好吼。小朋友，真出力哦。来，掌声鼓励鼓励。过来。花车鼓励一下，来鼓励，来我加好。即摆咧分英雄两边吼，阮迄个白牙当兵，白牙当兵。啊，即摆咧行，叫做行路队吼。